要先笑者。嘿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妹阿优，又搁来到讲俗语的单元啊。今日同款有4句俗语要来甲大家分享。即摆的俗语算是普通时啊才袂听到的。今来看你敢有听过？头一句是有喙讲甲无烂，就是用喙一直讲，讲甲迄喙烂拢打去啊！这句俗语是咧讲做拍拼要共解说、苦劝，也是讲要说服别人，结果安怎讲拢无效。虽然俗语是安尼讲，不过逐摆出现有喙讲甲无烂这种情形的时阵，实际上拢嘛是讲甲安尼喙甲全破，对无？例句今仔日搁收到2张超速的罚单啦，又搁是阮囝啦，迄逐摆安尼徛较紧收有一个，像落着尾啊！这少年的讲拢讲袂听啦，迄有喙讲甲无烂嘛无效啦。阮囝嘛是啊，顶个月当家己勒残，摔一个手断去啦。即摆安怎会惊啦，毋敢啦。第二句是甘蔗无双头甜。就是讲无迄种头尾拢会甜的甘蔗，用来譬如讲世事无法度双并好，两全其美。代志有好的部分，嘛会有歹的所在。意思我今日俗语阁有一好无两好，也是甘蔗无双头甜，月娘无逐日圆。例句，等下，你太会阁咧找头路，毋是已经找要半冬啊？拢无介意的哦，是有几个袂歹的啦。毋过毋是薪水伤少，无就是离阮兜伤远。就想讲无搁找看卖好啊。甘蔗无双头甜的啦，重点是你要想清楚，你想要创啥，安尼毋才会当继续做落去，对无？第三句是老的老布丁，少年的较当兄。老布丁就是较在稳、自在、袂冒险。当兄是较青狂、懵懂的意思。这句话是咧讲有会的人做代志较熟骨、老成，也是讲较定定、稳重的意思。少年人经验少，自然就较凶狂啦。例句，即摆比赛我竟然甲3年的学长分做一组，足紧张的呢。安尼毋是拄好？老的老布丁，少年的较当兄，恁安尼组合起来伊有经验，你有勇气。赢面足大哦！第4句是食无3把硬菜，就要上西天。硬菜就是空心菜，讲人食菜修行，食无几工就想要上西天做神仙。用这句话来考死人功夫能力还袂够，佮差足远的，就想要坐大位做高人。我今的俗语会使讲：袂前学行，就要学飞。例句，阿珍。后礼拜我伫恁哥的店有放歌，你要来听无？哈，你毋是当学一个月，就要表演啊？遮尔简单的代志是爱有偌久？好啦，我才考虑看卖啦。食无3把硬菜，就要上西天，毋惊落气哦。顶悬就是今仔日要讲的4句俗语，恁敢有听过？也是恁兜有其他的讲法，嘛欢迎留话甲我讲。我安尼有喙讲甲无烂，恁若是有介意我的影片，请你取赞、分享兼订阅，是下卡的超级感谢，就会使甲我支持啊！安尼咱这集就先讲到这，感谢努力，后集再会，拜拜。